要唔要唱歌？要啊。OK， 一黑一白最好唱咩啊？當然係無間道啦。過去嗰邊先。你哋穩定晒你自己 fans 啦嚇，唔好爭啦嚇。我陣間同你握手嚇。阿媽，我 OK 啦，我得。嗱，我呢首歌咧係好文靜啊，係一首好嚴肅嘅歌嚟。我唔該你哋收心養性少少 ，OK？ 知道。好。送俾你哋三仔乸唱嘅《無間道》。條路點行，即係由你自己決定。聽啲舊嘢咧，呢隻好啲。你咪真係心理變態啊！你唔記得咗自己係兵定賊啊？話3年嘅，3年之後又3年，3年之後又3年。我要為我活下去，也為你活下去，捱極也未曾。日日提住自己我係差佬咁啊，發得口夢都識講，抌低槍我係差佬咁啊。生命太短，明日無限遠，始終都不比永遠這樣遠。明明我已晝夜無間，踏着面前路，夢想中的彼岸，為何還未到？一個人有28種性格，咁即係話佢朝朝一起身就自己同自己做緊戲。而家睇心理醫生啊，我心理變態啊，咁啊！誰能知道，在這塵世的無間道。嘿，我要做好人，俾個機會我。對唔住，我係差人，邊個知啊？生命太短，明日無限遠，始終都不比永遠這樣遠。世上長路太多，終點太少，木馬也要去繼續轉圈。明明我已晝夜無間，踏着面前路，夢想中的彼岸，為何還未到？明明我已晝夜無間，天天上路，我不死也為活得好。你哋有冇人想同佢交換？有終點，誰能知道？在這我都信。你又做乜嘢啊？阿媽。啊？阿媽救我！阿媽你救邊個先啊？唔好同我玩呢啲嘢，我話你聽。真係起唔到身。得唔得？要揾人幫手啊！